给咱们这几天也的是。大大小小这个啦，这个阿木给录取生呢，这阿木过给盯着年度盯着通通去办理去盯着学校有的地铁上走了，你们就去呢。当寒冬的晨曦艰难地爬过拉萨的屋脊，第一缕微光洒向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时，藏着一位母亲沉甸甸的千钧重担。她叫旺母，来自那曲班戈县。身躯瘦小，却扛起了特殊2把的整片片。没念完小学的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自学语文，摸索智能手机。小妹嘛，我这个阿妈啦，结果给不过你的，他都两个去，等着看着去个有四个多，现在的人啊。지난 게 민을 갔어. 빼모. 달로 가지 마. 로 숨지. 납치 바가네 쟤네 야래서 영야가 그저스 용버래. 오늘 지냈다 파이 쪽에 보고 있는 쪽에는 축수지 돼야 알바. 그래. 나한테서 우리 보글랍터 샤는 도와. 그래. 진짜지 아니 도주지 중间나 보글랍터 샤지는 야의 삼지. 아니 진짜지 야 용베이. 쪽에 나대셔도 조선총 여기서지 야부터在异土他乡的拉萨敲开了外卖这扇谋生的唯一之门。2个孩子身患残疾，不仅需要他寸步不离的照料，还得定期远赴内地就医，生活的开支像一座大山。天还未亮，孩子们尚在酣睡，旺母顾不上红灯的警示，顾不得历险的风险，爬上外卖车，在车水马龙和街道小巷里穿梭。他送的是3餐烟火，接的是一家生计，每分每秒他都在与时间赛跑，为孩子的医药费、生活费拼尽全力。小孩跟着跟着去了嘞，这时间，跟着说嘞，我女业绩跟着是你去了嘞。看着说的，你公司的有啥上呢？你就钱不多，我们的检查件，对那卡钱的钱要了吧？这要不有的上么的来，我告诉这，都是说的钱的比，你那来的公司年不的这老啥上呢？卡不着些。不过主要呢有点那哈过嘞。看着说我们这马新干了些那多。看着我那做那按着说我们9星个吧。这9星个嘛，这当不你没人不给这7倍。就是看着俺们大疆去叫的，把那大疆去来是这个马路啊。我看着他在寒风里加快车速，眼神却望向远方。看着他接到催单电话时红着眼眶连声道歉，看着他爬楼梯时扶着栏杆的喘息。这个是我们在各自的轨道上那份不被看见的坚持、孤独与尊严。旺母在跑向下一单，跑向月底的房租，跑向孩子俩期盼的眼神，在生活的平凡战役里拼命挣扎。电动车现在学习没？这就奖呗。爸爸学下这个奖，今年爸爸娘要来妹妹。爸爸这个牙去，牙的就多，牙的来妹妈的去，哪里来自己跟着是姐姐，刚说爸爸学习那么是跟着是7倍的。俺他谈的外卖主要是要嘛呗？你拥抱着是肯定是的。拥抱肯定是我的，比你们这个我们家。사진 좀 쉬운구만도. 그래. 다음 어디라 도서도요. 산주부터 된다 다지 마요로. 이제라 보면 이제 된다 용기. 그래. 봐봐 그 대민데 거는 신기야. 그래. 안티네 네 강아 거는 신기야. 근데 너희 거는 야서 또 보이기래. 야서 멈추다 된다 지도 보이기래. 안 거는 계절도. 저그래. 안 니도 닌지라도 안 니도 닌지디. 사야도 아니고. 그래. 我拍摄结束后骑着车往回走，心头却沉甸甸的。我忍不住在想，这份职业处处暗藏危险。我们平时总觉得外卖迟到1-2分钟，点个差评不过是发泄情绪的小事，可今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份差评背后的重量。差评压在旺母的肩头，也压在无数个和他一样为生活拼尽全力的外卖骑手肩头。他们的背后都连着一个翘首以盼的家，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今天摄影这门直观的特性，让我们看见这份藏在生活里的不易。跪求屏幕前的你我，多一份体谅，少一份苛责，别让那轻飘飘的一个差评辜负了街头巷尾那些日夜奔赴为生活拼尽全力的骑手。也跪求大家看到这部视频，希望给旺母有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小孩蹦马浪可能你突然起来了，这些。
有可能是这。今天去杨浦克拉是这。杨马青。杨马青。我这这。杨单子的呢。我这这。他乡，也许真正的明天会transfer我的手臂。我相信是梦想。岁月从这里传上妈妈，你吃了哇？哟，今天这边呢？哟，阿妹，你把牛丢了。